你知唔知道越鬧自己越容易失控啊？最強嘅自控力唔係在於壓，而係在於懂得放過自己。今日教你兩招，第一招自我原諒。有個心理實驗，研究人員就請咗兩組想減肥嘅人食糖，一組被鼓勵人非聖賢，唔使太自責；另一組人乜嘢都冇講，結果前者食得更加少，後者暴飲暴食。因為自責會令到大腦安撫你，食啖甜嘢啦。所以最有效嘅方法係溫柔地重新嚟一次。我犯錯，但我唔等於錯。我失控但我可以由下一次做翻啱。第二招，身份重塑，唔好再講我要變得自律，改做講話我係一個守承諾嘅人。唔好講我要減肥，講我係一個會照顧身體嘅人。當你行為同身份一致，大腦就唔再覺得你係做好事，而係做翻真實嘅自己。今晚試下做呢三件事。第一，寫一句身份宣言貼喺手機背後。第二，設定一個5分鐘嘅微行動，伸展、閱讀、冥想都得。第三，聽朝早用最好嘅精神時段做一件小事。記住，自律唔係完美，而係不斷重來。最後，我為呢個內容準備咗一條深入講解版嘅影片，留言自控力，我會將呢個內容送俾你。